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下礼拜节目要带大家了解台湾南部的太冲头产业，还要带大家认识四个无穷用两位的艺术工作者。恒春半岛是喺台湾中太冲头青岛的地区，且系为旧上岸岛。特别的乐山风造就的太冲头有几好的品质，还是大量外销日本，喺台湾其中一项重要的外销强菜。不过，研究太冲头种的面积3年4年减少，更加包括恒春、茶山、榜山面积存到600公顷呢，市占率对9成降到5成哦。那么安尼呢，乡下嚟茶山玻璃村也嘅客家庄来看下南国太冲头产业遇到用哪嘅挑战。伊个厝啊，双啊基，现啊在。长头啊是满满喜，不你啊是长头啊讲卡两啊是呀喂。当年10月到4月初，乐山风南天南风吹，就喺恒春半岛太冲头好榜嘅时节。那就看得到天球巷，看流马路提出太冲头嘅从容，多嘢一代又一代嘅太冲头山，顺伦平和公路，反而咩铁卖菜地出山，齐齐嘅太冲头。当然乐山风吹，太冲头本吹棒，用分出盾体结粒圆圆嘅头巷，特别大粒，品质未特别好，打造出恒春半岛太冲头王国嘅好名声。我们每一年大概从国历的双十节左右就开始吹落山风了，因为落山风开始吹也是吹到隔年的3月，因为落山风事实上对洋葱的整个它的生长是有一些正面的帮助的，至少比较没有那么病虫害嘛，因为一些虫害会被风吹走。恒春半岛包含恒春、茶山、榜山，总太冲头的面积大概600公顷。茶山乡种嘅面积最多，其中玻璃村也嘅客家庄，总太冲头的面积又占喺茶山乡3股1股。我们镇上有11个村，11个村哦，11个村，我们总共的面积种洋葱，以今年为单位了哈，240公顷，但是我们只有保利村哦，我们保利村占了种了有80公顷，剩蛮多吧。民国43年之前，台湾的太冲头就可以移师进口，过后喺台湾栽培试验成功过后，最供应国内市场，未外销东南亚同日本，喺台湾重要的外销奇强菜之一。恒春半岛种太冲头的面积是占台湾全岛的90%。10几年以前是蛮不错，价格那时候有外销嘛，外销那个价格是蛮不错的。但是慢慢来，我们就跟那个，比如说日本那些啦他们是到那个比如大陆去啦，还有那个在菲律宾那边去，这边投资要那边买过来，就那个工钱那个工资很便宜啊，所以对价格我们跟他们不能比。这是林上山。上下一个有名的恒春半岛太冲头，另外受到国体的压力，外销日本市场本中国用大家抢去，内销市场又因为中国的太冲头各做好棒，价是卖唔过。他们的洋葱是它的优势就是比较早。它每一年大概11月就开始采收，刚好是国内整个市场里面没有台湾的国产洋葱，所以他们比较早采收，就往往它的卖价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它的到我们这边，如果是3月在采收的时候，它那边有一些洋葱会跟我们这些产级强蹦。今年的价格比去年差很多，因为今年刚好扣一扣，刚好没有赚了成本真的，因为中部那边收成很好了，收成要。
赶喺春意来之前，从农千名古树，就让太冲头本雨水浸灭，本前会落番薯汤。很怕烂掉，很怕吃水吃太多，那个洋葱本身会品质不好，所以我们已经拔起来了哦，就不会怕了啦。如果没有采收的话，没有拔起来的话，它会里面那个吃水吃太多了哦，里面的品质哦会烂掉啊，会烂掉。 就不好吃了。天球烘绑好的太冲头，先做简单的处理，就送到熄火厂去。玻璃村也建私人太冲头熄火厂，用太冲头先撇机评论原理，囤太冲头本结囤包装，比抢原理来做，省工又省时间。有的光点分的不清，大小球分不清，给他讲不高兴啊。一天我们做差不多数千包，以前要做数千包，差不多做10天还没有。有韩国岛的从农去囤太冲头送到农会的熄火厂去，规查被倒一下，等晾走过后。 对个记录囤柜太南的太冲头，多数摄上，准备分级来套。这个就是分级选别机，它最主要是在分那个洋葱的大小颗，然后包装之后，我们再开始销售到国内的通路，还有一部分就直接送到我们洋葱冷藏库，再做低温冷藏调节市场。 铁罐会用人工先掏出个奇怪、个唔正嘅太冲头。像这个就是旗形洋葱，旗形洋葱它是2个半。这种洋葱是直接卖给加工，根部的部分已经受伤，这个就是已经它的瑕疵品，这个就是瑕疵品。这个瑕疵品它本身是没有坏，但是外观不好看，这种我们就打到。 做加工品。3年期机会照太冲头的太细粒来做分级，再个粘到无通用的柜套，再个用人工去帮冲同包装。最小的有一些就是说送到法国餐厅当那个摆盘用，好的成品我们就依大球、中球，还有一些送到一些量贩店或是一些卖场。 太冲头采收期间，无论係睇熄火廠，也係天橋巷，就看得到海邊陸山隊嘅阿邊個，因為屯台灣改道嘅農村窮用，差上鄉人口細就改道，後生嘅去都市方便，農村就搶村到老人家。太冲頭採收期間，要簽到工人，實在係唔簡單。那麼出現阿邊個特殊嘅環境畫面。 實際來到天橋，就會看到連食到80歲爺爺老阿婆，每睇天橋巷囤太冲頭，真係也係囤緊。阮從早囡仔就做啊，從15歲就做啊。阮做工仔人啊，無做無人食啊。现在采收大部分都没有找不到人了。你看，你要用怪手，用怪手在处理。本来是去年，如果去年的话，现在就是已经收成晚了。 现在你看，今年还在下雨，现在还在下雨，找不到工人收成啊，没有然后又没有天气啊，一下子早上又下雨，晚上又下雨，所以说你看都摆在田里面，还有很多还没采收了。最大的挑战应该是没有工人，因为现在你知道嘛，农村社会，那年轻人都往都市跑。 现在留在这边年纪都蛮大的，那当然年纪越来越大，他没办法做嘛，因为这个动作，这个工作是做粗重的很重的工作。那所有的种啦、采收全部都要人工，包含中间的施肥啦，一些喷药之类的。太冲頭韓國退役變做歸隊嘅工廠，好事好工。 韓國農村的人口漸來漸老，屏東省軍聯訓集體對10公人起事，就派阿邊個去吞數太冲頭，我就去熄火廠吞辦太冲頭做牧林工作。我們現在國軍就派遣部隊來幫我們，所以是
多少贴补一下我们工人人手不足，因为像搬的都很重啊，一篮都10几公斤嘛，那我们都是欧巴桑啊，年纪又大，根本都没办法。不过因为国军实施建设方案推木并置，吞树的阿兵哥进来减少，有可能明年就冇阿兵哥来吞树的。本来是今年103是没有国军驻守的，因为现在的国军你也知道，现在的国军都是募兵制，现在的义务役比较少，募兵。你如果叫募兵制来驻守，坦白讲。那么募兵就光他的薪水，你看一个月都3、4万，或是4、5万，你叫一个军官他们来这边帮你驻守，光一天换算他的月薪，换算他的每天的日薪，1000多块来驻守，没合了。目前给我们的信息，可能明年或许就没有国军驻守。请国军队当然，那现在今年如果还有了，明年就是不晓得有没有了啦。没有阿兵哥来帮忙的话，对你们来讲会很大的困扰，真的很大的困扰，找不到工人啊。剩下一个村子里面剩下会做的没有几个了，可以用算的。尤其农业团体绿农的家提查上乡有一处农场，就世界种各种的有机农产。当然未为种当地的特产太冲头，遇到价格采收能力唔拉嘅问题，都推出来做些唔是前黑嘅嘢，帮太冲头嘅发通，俾本民众体验农村生活。主要就是挖土的时候吧，要有一点施力点，对，然后就会稍微摇一下它，让它可以比较轻松点，就把它拉起来。尤其太冲头冇用农药化学肥料，扭嘅长差唔多像一般的1/3大。韩国草会抢嘅太冲头嘅养分，人工除草就係種尤其太冲头最高嘅成本。比较困难的是在于那个草的防治。就一般的惯行农法的话，它在洋葱小的时候，就是先用那个除草剂。这些草啊，我们都要用靠人工的方式，就是聘请工人啊，就是找当地的那个欧巴桑啊，他们来这边帮忙除草。我们种有机的最高的成本支出是除草。年近世照，农村的勞力高齡化，差唔多已經冇辦法開啟愛改動人工嘅太冲頭產業。尤其太冲頭雖然價市高，唔用到嘅人工未改高。想愛輔土轉做有機，改從未改難，明年可能冇阿兵哥來吞樹嘅，韓國係前台嘅衝擊。洋葱是一个人力很密集的一个作物，它的整个从育苗到采收，生长期间又那么长，要至少你看，至少要6个月到7个月。成本有时候你如果采收起来觉得没有利润。当然会影响到农民他去种洋葱的意愿。以前我车城乡种洋葱的面积，最高峰的时候可能在450公顷，但是最近几年已经慢慢在往下减少，5年或是10年可能种洋葱的会减少很多，因为没有那个人力。世界豐盛的南埔太冲頭，種嘅面積係台灣嘅9成，一係因為農村人口漸來漸老，人力唔拉，韓國對外受到改太嘅壓力，跌到搶存到5成。樂山風采出皮到太冲頭面試嘅太冲頭王國嘅好光景，讓下歸難在個看到嘅。點知是叫頭邊。